内容。所县嘉庆乡琼科寺举办盛大酥油花，持续掀起党19大精神学习热潮。藏历正月15是新年最后一天，这天藏族居住的地方都会摆出用五彩酥油雕塑成的花鸟鱼虫和人物形象，欢庆酥油花灯节。西藏各地的僧俗民众以及民间艺术师们，用本地盛产的酥油和藏式颜料，制作出精致的酥油花。许多酥油花还以多个画幅构成连环故事，讲述藏民族的古老传说。酥油花是雕塑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相传酥油花起源于西藏。2月27日，所县嘉庆乡格鲁派寺庙琼科寺举办盛大酥油花展佛。每年藏历正月15，琼科寺都要举办酥油展佛，传说是为了庆祝释迦牟尼与其他教派辩论的胜利。酥油花是用彩色酥油捏成的佛像、人物、花木等形象。傍晚时，伴随着诵读经文的声音，嘉庆乡琼科寺在藏历新年的正月12祈福大会提前开始。按照传统，在嘉庆乡琼科寺花架上佛像供信众朝拜，这些佛像都是由酥油雕制而成，酥油展佛也因此得名。朝佛的人民将哈达抛向花架上，许下心愿。酥油展佛是新年开年后的第一个喜庆节日，穿上藏袍，嘉庆乡各村的男女老少都盛装参加。据了解，当地信教群众有向寺院奉献酥油的习俗，一般仅供点佛灯和僧人使用。而每逢藏历正月15之前，嘉庆乡群众将纯净的白酥油送到琼科寺，寺中的僧义们其中揉进各色矿物燃料制成塑造用的配料，然后在寒冷的房间中搭建塑造。它的造型特点和手法类似国外盛行的蜡像艺术，但不易长期保存。酥油画艺术继承藏传佛教艺术的精、繁、巧的特点，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容纳极多的内容，大至1米到2米，小至10到20毫米的佛像，个个精到，力求写实，而其姿态神韵，力求传神达意。所县嘉庆乡琼科寺酥油花在2012年纳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纳入纳曲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纳入了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满从跟你传统在就等呢，等你从头忙了钱么，当然到当初给这把电了你么的，我们就是几个当然我都做的，等你这就到等你从头忙了钱么做就等，等你一人不进这些一个呀的，等着是的，等你这就到你说给满从跟你的呢，等你一人马上被接触，搞的电话是呢。等你这就跟这么给当的做家里，等你这么给过年当着他双节给过年给他呢做家里给今天当着是我得了是，得了这对的，他第一个等你等我呢，中国公吧第一个这么过年这样呢，让我孙家你就给老弟等的，等你第一件都给当的帮皮给他拿来吧，开吧开这个。他觉得给他呢，门去呢，等等呢，他说动自己的时间吧，等你那几个做这个呢，那个老的老人吧，这里边，等你说中国工地的，刚刚这边这样的呢，中人民的人文世界给弄了，这了年头就对了，我说主要吧他，就是我从的满洲过年的呢，健康人民给弄了，就给申请。当别动这就意思。